那现在呢，就要教大家怎么来调里面的这个馅料哈。那我们芝麻葱烧饼，我们馅料用的很简单，对我们很容易取得的东西。那我们用葱切成葱花，不用切得太碎，切太碎它蒸起来以后就没有口感，就没有口感，对，就不见了。OK。那我们有肥油粒，细嚼肥油粒。那肥油粒我们用的是猪背油，猪背油可能外面我们在买的话，在低点低倍的时候呢，可能会老板会跟你说，这摩嘎有去也无去。那我说你跟他说不管，我就是要搅。他不帮你搅的话，你要切很久才切得碎。对，所以我们就把猪油放进来。来，我们盐巴调味料我们先下盐巴跟糖。胡椒粉，好，因为我觉得你等一下还要炸过，然后上面又有很多的那个芝麻，然后再加上这个猪油，如果天气比较凉快，老板可能比较愿意帮你搅碎，对不对？我们今天做的葱烧饼跟一般可能我们印象中知道的葱烧饼比较不一样。来，最后我们下入我们的葱花。今天呢做的这个芝麻葱烧饼呢，是用一般我们像做包子的皮来制作哦但是呢在吃的口感上面啊，还有风味上面呢，可能也不逊于这个用这个酥皮来做的，因为待会我们还会有除了蒸之外呢，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炸的一个这个工序哦。来，最后我们拌均匀以后，我们再放入猪油。对，液态猪油。哇，好油哦，老师。油就是要油，我们炸起来，我们的葱才会香。拌均匀以后，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把它冰着，它比较不会那么湿水的，等一下会比较好包。好，接下来呢，老师就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做我们这个包子皮的部分了哈。对，我们接下来做包子皮，我们下中筋面粉。低筋面粉、砂糖、酵母、泡打粉。老师，这个酵母是干酵母？对，吉隆干酵母。吉隆干酵母。对，好。那我们再下水的部分。好，下水之前，老师有先把它打匀一点嘛？对，我们先用低速档让它先混合我们的面皮跟水，再来我们再用中速来把它打到它整个呈现三光的状态。还要打那么久？以前 OK。打好的面皮我们会呈现比较光滑面，然后有弹性，对，它颜色会比原本更白一点。原本的面粉会有一点点的黄的感觉，就像刚刚老师讲的三光嘛。对。OK， 那再来我们就可以来分剂子跟来包我们的葱烧饼。OK。对，那我们面皮做好以后，我们会比较有延展性一点。那我们用中筋面粉或者是高筋面粉来做手粉。那我们平均把它分成8等份，撒一点粉，我们稍微把它压开。好，冰过的这个葱花馅呢，确实是比较好包因为它比较不会散了。那我们包的时候啊，馅料尽量的往下压。才不会说包不进去。我们这包起来馅料包蛮多的哦。那我们包的时候，我们只用到拇指跟食指。对，拇指不动，食指动。好，慢慢转动它。最后收口。你会发现它像一个肉包子。肉包其实它包的漂不漂亮不重要，因为我们要把它盖下来。哇，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话。包的不漂亮没关系，为什么要把它盖起来？
而且待会又会裹一层这个芝麻，对不对？对，所以也根本都看不到了哈，所以就不要管说我要折什么几折啦，就不需要了哈，只要包得起来就好。不过为了好包，通常我们虽然你看老师啊，就只有这个食指在动，但是也有一点拉提的效果吧。对，好，这样子会比较不会露馅儿啊。来，那我们包好的葱烧包，我们把它稍微塑圆，让它立体一点。嗯哼。那我们外面裹一层薄薄的水，沾一点水。哦，原来是沾水，然后沾水就好了。对。那我们把它裹上芝麻。哇，那真的是好多芝麻哦，是生的哦，哈，因为我们等一下除了蒸，我们还要炸，所以千万不要用烤熟的白芝麻。好，我们原本这一份材料是做8个啊，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示范3个哦。那我裹起来啊，如果发现它旁边没有沾到的话，我们再沾一点水，把它沾满。等下我们蒸起来的包子、烧饼才满满的芝麻。那这次不要压扁吗？不用，就是这样挺挺的，看起来会特别可爱。啊，是。那我们发好以后，大概发到1倍半左右，我们发到1倍半左右，我们就可以入蒸笼蒸。我们现在在拿的时候，其实它拿起来是非常的蓬松，你要很小心，你太大力的话，它就冒进去了。那我们要下锅的时候，我们把它关小火，才不会烫到。那记得我们要蒸的时候啊，间距要稍微把它排开一点，因为它等一下会长很大。哦，它会长大。好，这样子蒸几分钟？大概7分钟左右。哦， okay. 对，大火蒸汽上来，我们就计时7分钟左右就 OK 了。OK， 好。好，我们这个家庭式的做法哈，就是不一定要蒸笼啦，我们就家里面的一些比较深的锅子啊，然后放一点水，因为我们不是做很多嘛哈。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蒸出来的葱烧饼。但是掀锅盖要比较小心一点哈，就是说你那个水蒸气哦，不要让它淋在我们的包子上面啊。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待会还有一个油炸的动作，你太多水分的话呢，比较容易引起这个油爆。那再来我们来做一个油炸的动作。那家里我们要炸这个啊，可能大家要想哇，一颗那么大颗，我们要怎么用多少油才有办法炸？其实没关系，我们油不需要用的很多，我们可以用油淋的，用淋的把它淋到金黄色酥脆就好了。哦，对，反正我们那个白芝麻刚刚已经蒸熟了嘛，我们现在只是要让它上色，还有让它的这个皮呢变得比较酥，这样子。对，那比油炸的好哦。对，香。那我们油温呢，大概是落在170、180左右。对，那家里的炉子可能要稍微等它一下下的温度，油温还没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下去，你会含油。会吸了非常多的油。大家观众朋友有看到哈，这个颜色跟我们还没有那个油淋的颜色哈，真的是这个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卖相很好。底部的部分我们就直接把它放下来，稍微炸一下它的底部。对，我们让它底部稍微上色一下，吃起来会比较酥脆一点。大家，我们炸起来的葱烧饼，刚刚我们蒸起来它是软趴趴的，现在我们炸起来它是酥酥脆脆的。让我闻闻看，我刚刚已经闻到很香了，哇，好香哦！这时候里面的葱呢，跟那个猪油应该也已经化掉了哈。对。那但是现在是非常烫，尤其是里面有猪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哎，那么香，我赶快切来吃哦，一定会烫嘴巴，或者直接这样子咬下去哦，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